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， 我哋一齊嚟探索塔羅牌嘅世界啊！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將來嘅新片㗎喇。多謝晒！大家好啊！喺我哋今集正式開始之前，想提醒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啊！平時我會喺度分享每日嘅塔羅感想同心得㗎。多謝你哋一直嘅支持啊！我哋之前已經一齊睇咗大牌 Major Arcana 愚人嘅旅程，亦都走過細牌 Minor Arcana 入面權杖組每一張數字牌嘅能量轉變，再去到宮廷牌 Court Cards， 權杖侍者 Page 新火花新開始，權杖騎士 Knight 衝勁同行動，權杖皇后 Queen 自信同吸引力。而今集我哋終於嚟到權杖宮廷牌嘅最後一張，亦都係火元素最成熟最完整嘅形態，佢就係權杖國王 King of Wands。 如果話騎士係衝，皇后係吸引，咁國王就係我帶領，唔再係跟隨火焰，而係成為火焰本身。好，今集我哋就嚟深入探討下呢一張牌究竟代表住啲咩信息。喺呢張牌度你睇到啲咩呢？喺權杖國王呢張牌上面，我哋通常可以見到一位國王坐喺王座上，手上穩穩咁握住一支權杖，身體姿勢向前，好似準備行動。王座上有火焰或者獅子圖案，成張牌充滿火元素同權威感。首先，我哋睇下呢位國王，佢唔再係探索使者，唔再係衝騎士，亦都唔單止係吸引皇后，佢係一個可以帶方向、做決定、負責任嘅人。佢坐喺王座上，但唔係懶散，佢個身體係向前傾，好似隨時準備起身行動。呢個象徵住有遠見、有計劃、有領導力，唔怕負責。佢手上嘅權杖代表火元素已經被佢完全掌控，佢唔會亂衝，但佢知道幾時應該行動。王座上嘅獅子同火焰圖案象徵住勇氣、自信同埋內在嘅力量。成張牌嘅信息係，你唔單止可以做，仲可以帶人一齊做。你已經準備好做決定，你可以成為領導者。權杖國王一般代表住領導力、決策能力、遠見、主導權、創業精神、影響力、穩定嘅行動力。簡單講，權杖侍者想開始，權杖騎士要衝出去，權杖皇后會吸引機會，權杖國王就係要帶領方向。好，跟住呢，我哋一齊睇下，如果占卜嗰陣時見到權杖嘅國王牌，可以點樣解讀呢？一個最簡單嘅塔羅陣係會抽3張牌，分別代表住過去、現在同未來㗎。如果權杖嘅國王喺過去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之前你曾經進入過一個好有主導力、好有方向感嘅時期，你唔單止有想法，仲有能力將佢實行出嚟。嗰陣你可能係帶頭嗰個，負責決定方向，帶住事情向前推進。你嘅行動同判斷曾經為你打下咗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啊！如果權杖嘅國王喺現在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而家你係一個要企出嚟做決定嘅位置，你有能力、有經驗，亦有足夠嘅視野去帶動局面。呢張牌喺度提醒你，唔好再退後觀望，係時候用你嘅判斷力去主導方向。當你肯承擔，啲嘢就會開始跟住你走㗎喇。如果權杖嘅國王喺未來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未來你會慢慢走向一個更高層次嘅位置，你會變得更加穩定、有遠見，唔再只係行動，而係識得點樣規劃同帶領。你可能會成為決策者，甚至影響身邊其他人嘅方向。記住，真正嘅領導唔係控制，而係引導啊！希望今集幫到你更加理解到呢一張權杖嘅國王牌啊！多謝你哋今日收睇我呢條短片啊，希望你哋鍾意啦。我哋下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